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9，诗篇119篇47节安尼讲：你的改变，互我喜乐，因为这的改变是我所喜爱的。三甲来祈祷，你的改变，互阮喜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快乐甲愿望的上帝，你是大施怜悯甲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伫你有丰盛的稳定甲自爱，因为你是好的上帝。今仔一切好的赏赐，甲完全的恩赐，拢是你对天顶赐落予阮的。阮要感谢甲学乐你无煞。主啊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开帖，就发出光，互阮这个戆人得到通达。主啊，阮愿无你的干净的话，喜爱你的诫命，因为你的诫命互阮喜乐，因为这个诫命是阮所喜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伊的诫命，互咱通喜乐，也在诫命，也是咱所喜爱的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